好，我係6A 班嘅李子穎。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圖書係《宇宙小百科10萬個為什麼》，佢嘅作者係金松，出版社係人類文化有限公司。呢本書係講述宇宙嘅特質，例如宇宙點樣構成㗎，什麼是白洞等等。我推介呢本書的原因是，作者根據人類千奇百怪的思考及追根究底的好奇心特質而編繪的。他採用了知識性、趣味性的文字和圖片，形象生動，趣味性十足，使閱讀者在輕鬆閱讀中增長知識，開闊視野。如果呢本書10分滿分，我會俾10分，因為可以建立起正確的天文基本概念和知識。今日嘅介紹嚟到呢度，多謝。